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名儒学院。我是今辈的主持邱宝龙，下来今辈我带来嘛个主题呢，是客家料理的美食。第三是以前啊，客家料理啊，大部分大家看到的是客家料理的时温时潮的美食脉络，韩国嘅变化。今辈是带来大家来认识客家美食的文化咯。今日过程中啊，最主要要分两大部分。第一部分是由我来介绍台湾的客家美食的文化的变化，韩国客家美食的版本啊，佢特色係乜嘅？韓國客家美食的傳統老創新，韓國阿啷個啊本身自家的本店料理的經驗來分享。其實啊，對料理客家的部分啊，其實冇咁簡單咯，咪希望有新的變化。第一部分是由我來教大家來做出客家創新的美食料理，按照板條、壽司件來做，俾大家來看。過程中啊，來料理啊，俾大家來看到，希望大家來認識客家的美食的文化，韓國嘅背景、韓國脈絡，未做得啦，學到客家好手藝哦，夾夾啊，是來可以試來做咯。